中華總商會舉行慶祝成立95週年酒會，行政長官何厚鏵表揚鍾總多年嚟對澳門嘅貢獻，希望鍾總可以帶領各個社團配合澳門嘅發展，做到天時地利人和，同埋達至可持續發展嘅目的。黃彩晶報導。行政長官何厚鏵等出席中華總商會成立95週年酒會。何厚鏵喺致辭時讚揚中華總商會係澳門社團嘅表表者，多年嚟熱心公益，時時以澳門嘅整體出發，喺社會快速轉型嘅過程入面發揮住舉足輕重嘅作用。希望鍾總今後可以繼續帶領澳門嘅社團達至澳門可持續發展嘅目的。要實現澳門嘅社會和諧同埋可持續發展嘅戰略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缺一不可。三者都係互為一有嘅有機嘅整體。天時、地利係基礎，人和係條件，而可持續發展就係目的。事實上，以澳門整體利益出發，使到我哋面對任何深層次嘅問題，澳門特區必定能夠喺新嘅發展台階上邊駕馭四方八面嘅挑戰，克服喺我哋前進道路上面嘅困難。而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馬有禮就話，會繼續協助特區發揮愛國愛澳嘅優良傳統。本會定當與時並進，外強素質，外樹形象，更好地服務會員。本會定當繼續發揚愛國愛澳嘅優良傳統，積極支持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。佢又多謝咁多年嚟各會員同埋領導對商會